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问题。最近是非甜心，先是卡到政治现金的风波，过来伊的太太陈佩琪要买厝，去看1亿2千万的豪邸，方认为甲大问题过去化基主正义的形象无符合。即摆阁有一件，就是顶回伊选总统的时阵，洪指控伫新竹市有一块农地，但是无农用。本地今年3月18号要来种地，要来种芭乐，回归到农用，但是5个月过去了，也是拢发草啊，也是跳票了。那这新竹市政府是讲会行文，请伊来改善。看过去拢是风波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伫咧大选期间，新竹的农地防指控讲违规做停车场。今年3月种地要种芭乐树，5个月过去，煞拢无看到芭乐，颠倒是农地出入口，各种的车辆是停满满。现在选完都过半年了，地还是放在那边。一开始说要送芭乐树，现在芭乐也死光光了，所以不知道柯文哲到底还有说什么事情有成真的。针对农地乱象，新竹市府回应已经请土地所有权人定期来进行农地管理，不过争议不断，因某陈佩琪佮家己野了讲去看上亿的好野人厝，敢若嘛互郭主席头真痛。怎么会这么多谣言呢？是谣言也是事实。不过过去郭文铁红声伫咧讨论基主正义，伫咧10年前国批评对手连胜文靠老爸大好处，即马因某暗算基主1.2亿，互因囝做分房。柯文哲越选举越有钱嘛，这个千万富豪现在变成上亿富。郭文铁过去的形象拢乌有气，就连插销的记者会，讲要比较疫情的记者会，逐工开嘛已经停3天。捌讲过逐句话拢咧扇家己喙皮，无怪过去的新北蔡壁如嘛想要问讲，敢阁会记你初心？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